我即马咱有一寡简单的会务报告。伫报告这个会务之前吼，我要请今仔日是咱的人客，你第一届来食，还是你是咱的会员，足久无来，因为有人打电话话，我知影有人足久无来，会当请这个人徛起来无？互咱知影讲咱今仔偌济人客，好无？徛起来要歹势，咱拢去讲者，对，咱嘛有足济有的会友无来。我知影人客一定比咱徛起来较济，一定有人，咱台湾人足避暑，拢唔敢徛起来。来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真心欢迎加入我们爱的大家庭，希望你们会成为我们的会员啊！好，过来一个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甲大家提醒，今天晚上你要把你的时间拨慢1个小时，表示你下夜会当加困1点钟哈。明仔咱就改时间，所以特别甲大家提醒哈。这毋是讲因为恁老我才甲你讲，因为我家己嘛会袂记哈，所以你才讲特别讲一届哈。即摆我要甲大家讲几句话哈，因为咱即届是今年度的上尾仔届。因为是今年度的上尾仔届，咱今年拢过甲真快乐，所以无啥物特别的代志要甲大家报告，所以我甲大家加讲几句话哈。咱咧讲人生爱活得快乐，我伫遮要甲大家分享。有人讲人生是啥物货？人生我用足简单来解释，我希望廖医师嘛同意哈。讲人生到底是啥物？人生就是讲10岁以前你拢在庆祝儿童节，对不对？咱从儿童节开始。然后足紧，搁过10年，咱咧庆祝啥？情人节，敢是？搁来10年，咱咧庆祝啥？父亲节、母亲节。搁来一万年久，就像咱搭咧庆祝重阳节。重阳节煞人生还袂煞，搁一个节未过，这个节是什么节？清明节。所以。咱即摆虽然咱老啊，不过咱嘛爱了解咱这个世界，咱这个社会，台湾共款，这老人占的人数太多了。我用一个数字，我最近去看，伊讲台湾目前65岁以上占总人口14%，搁30、40年过会占偌济？40、50%。所以迄天有一个人咧讲，搁30、40年过吼，迄公共汽车上面也不需要有博爱座，因为上去的都是博爱，所以全部都不必有蓝色的桌子，这样事实啦吼。不过迄政府去烦恼。咱即摆来读，咱同齐来读这好无？咱讲老人有什么症状？咱来读，就是讲啥？徛着无元气，坐着就哈气，倒落困袂去，无食呢？爱受气吼，食饱呢，高放屁，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去，出门要死无勇气，只好活落去。咱嘛无要紧，咱只好活落去，所以咱较快乐、较食饱欢喜，安尼好无啊？虽然大家拢会老，不过我所知就是讲，大家上惊啥？上惊一个毛病就是啥？失智症，咱讲痴呆症吼，较简单讲，这个咱大家上惊。我即摆要甲大家讲一个笑话吼，你爱笑，你嘛无笑，表示我袂晓讲吼。讲你一个老人中心吼，有3个查某，因着坐做伙伫咧讲，真惨啊！我当吼。记忆哪来哪无好，内底有一个吼，这第一个就讲哎呀，我咧逐早起吼，摕着报纸，就是讲我当是看煞，是还袂看。第二个吼，就讲，哎哟，你迄哪有惨？我搁较惨吼，我逐早起吼去便所，我裤一脱来坐落，我怎毋知我当是放火是还袂看？歹势哦，我讲了毋知伤歹听。上尾这个坐伫遐点的吼，伊就讲，哎呀，恁迄拢无啥啦，我上惨。就讲了吼，伊就像我今仔日安尼扫者，就讲话慢慢就讲来讲，我当是讲煞是还袂讲。我希望咱后界莫像这款情况。我今仔上尾
想，讲这个失智症虽然真可怕，不过咱大家拢想讲，啊，我当毋知有失智啊无吼。啊，普通咱会当去找医生吼，医生有特别的试验，看你，互你知影讲你有失智啊无。啊，我今仔日重阳节，我特别互大家免费，我甲大家试验吼，我大家试啊，你大家就爱配合我吼。我要甲大家问10个问题，啊，你著我甲你问问题时，你著爱大声应啊，袂当伫遐想，你嘛想都袂使啊吼。啊，你家己算家己几分，啊，我连你再甲你讲，你嘛几分是到底有痴呆啊无吼？啊，这无一定65岁，即摆少年的痴呆嘛足侪吼。第一个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啊，今天是几年几月几日？哇，那点点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今天礼拜几？哦，好。再来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好。再来一个，你的电话几号？你现在几岁？为了拍摄讲哈，来过来，这个问题，你的生日几年几月几日？啊，你家己知影哦，你有想嘛无想哦？过来，美国现在总统什么名？美国前任总统什么名？啊，哇，过来，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哇，上尾一条哦，上尾一条较无简单，上尾一条是要考你的心算吼，这你去医生遐，伊嘛会甲你创。啊，这心算就是，我譬如我讲5减1，你就爱讲4；啊，我讲9减1，你就爱讲3。安尼大家知影？好，来，咱开始哦，会记哩哦。你摕20块去买物啊，买3块，剩几块？搁买3块，搁买3块，搁买3块。搁买3块，剩偌济？搁5块的人举手。哇，咱中8岁可能袂得痴呆哦。OK， 因为大家足聪明，我搁送你2条题目，这是我家己做的吼。第一个就是讲吼，有一个人吼，那个叫做胖子好了吼。这个胖子，伊伫12楼顶摔落来，伊变做啥？3只鸡尔，伊变做啥？胖子掉下来会变瘦子，过来，完了，杀鸡，不对，3个字。哎呦，你来考虑哦，等下去找医生，来，死胖子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第二个题目，这是啥？这几个颜色？一个有7个，啊，这嘛有3个，几个？啊，痴呆。一个圈7个颜色，3个圈，共款7个。OK， 大家头壳爱这么清楚哦，吼。好，上尾你食饭以前，我要搁甲你讲，咱即摆的科技吼，有影有当时会甲咱遮老的吼，包括我。摕一个 remote control 嘛，遐字甲毋对，啊，恁囝就气甲要死，你啥人安尼甲我乱字？所以恁囝起册哦，甲 remote control 甲包做安尼。好，咱看了咱，我相信侪人有感想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大家拢用手机吼，有一个老人足可爱，伊的手机拢不是用放大镜来你甲照，伊说毋知影讲迄手机通甲放大放小吼，所以咱老人有当时嘛真可爱，啊，不过嘛表示讲即摆这个科技时代，互咱嘛真头痛吼。啊，希望大家拢会当真快乐、真健康，袂像安尼吼。啊，过来上尾我甲大家搁讲一个笑话。讲有一阵查甫人吼，因去啉酒，啊，伫啉酒的时吼，有一个就讲，啊，咱好不容易咱做伙，无咱来吼，咱大家拢爱学迄个 text， 咱来送互太太吼，甲讲话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拢送互太太讲，老婆我爱你吼，结果送互太太吼，因太太无共年厝的吼，迄个回答拢不一样吼，所以。我即摆讲，互恁大家参考，看你是毋是安尼吼。因送出的是即个20岁的人，就甲20岁的太太，就甲因先生回讲，我也爱你，
这是20岁的太太。啊，30岁的太太就讲，你生病啦。过来40岁的太太就讲，你没事干啊。啊，搁较老的就讲。讲啥？我即马我知道，你安怎讲？唔是个人，你拢来讲啥？我今日反正拢无好话就对。啊，即马60岁就讲吼，你甲我较注意，你念伊转来，你就知死。啊，70岁迄个吼，70岁太太根本就不爱甲回，伊干脆创啥咧？这太太嘛真创诶，伊就干脆敲电话互因囝。恁爸爸破病啊啦，紧去甲带进来。好，这是70岁。啊，80岁太太，伊也无爱甲回，也无爱嘛无爱敲电话因囝，伊就家己讲话讲，阮这个老的吼，早起一定袂记你食痴呆的药。多谢大家，今仔日甲你大家讲，我今仔日特别甲大家讲笑话。就是我有听咱会长讲的话，阮会长讲，伊上爱听到咱这老人的笑声啊。我讲好，我来试讲一寡笑话吼，这样。